色虽然黑暗，痴心犹原伫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光。关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天色虽然黑暗，星星犹原伫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光。关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困难灾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飞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困难灾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飞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，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。你有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共同来读圣经《申命记》21章。你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若有人毋知互啥人杀死，倒伫野外，恁的长老甲审判官着对迄个人受杀的所在，让到四围迄个城，离开尸体就近迄个城的长老，着对牛群处一只毋捌做工、毋捌挂担的细只牛母。迄个城的长老着牵迄只牛母到有水得流、毋捌种造的山谷，伫遐讲断迄只牛母的颔棍。利未人的后代做祭司的嘛，着来遐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拣选因来服侍伊，奉上主的名祝福，裁决所有烧过甲伤害的案件。离开死体就近迄个城所有的长老，着对迄只伫山谷中颔棍压断的细只牛母的顶面洗手，声明讲：阮的手无流即个人的血，阮的目睭嘛无看到啥人杀伊。上主啊，求你赦免你所解救的子民，以色列毋通互阮承担流无辜人的血的罪。安尼，流迄个血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着安尼做上主看做着对的事，就会对恁中间除去流无辜人的血的罪。第10节，恁去甲对敌交战，上主恁的上帝，若互恁杀赢，掠因做俘虏，迄时伫俘虏的中间，若看到面貌好看的女子，真介意要娶伊做某，
就通带入门，伊就剃头毛受惊吓，褪去狩猎的时穿的衫，伫你的厝为着家己的爸母哀哭一月日，然后你通甲伊同房，你就做伊的丈夫，伊做你的某。后来你若无爱伊，互伊离开，得到自由，绝对毋通甲伊卖，毋通甲伊当作女婢款待，因为你捌强迫伊甲你结婚。人若有两个某，一个伊较爱，一个伊较无爱，两个拢有甲伊生囝，大囝是较无爱的某生的，分财产的时，毋通将较爱的某生的囝当作大囝，无互较无爱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着承认较无爱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将所有的财产分双份互伊，因为伊是老爸养壮的时生的头生仔囝，大囝的名分是伊的。人若有囝五业不孝，毋听爸母的话，因甲伊警戒，伊犹原毋听，伊的爸母就甲伊掠起来，拖去迄个城的广场见长老，甲迄个长老讲：我即个囝五业不孝，毋听阮的话，贪食好酒，即个城的人拢着用石头甲伊钉死，安尼就对因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，一些的正人听着就会惊。人若犯死罪，受处死吊伫叉架，伊的身躯毋通吊伫叉架过暝，一定着伫迄日甲伊埋葬，因为受吊死的人是上帝咒诅的，毋通甲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拍拉三以上。今仔日的经文对第10到第9节，你讲有人的性命被抹杀，而且等你的野外，毋知影凶手是什么人的情形，不需要杀一只细只牛母来表明这个代志是无关系，免得无辜的生命的火来污染着土地，互这个土地受到连累，因为土地火会向上帝来控诉。今仔经文互咱看见上主爱咱珍惜伊赐互咱的一切的产业，因为咱一切的产业拢是上主所赏赐的，毋望咱用正直的态度敬畏主的心，咱会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洁净伊所赏赐的大项大大细细的产业。上主不允准咱做同流合污的人，爱咱藉着圣洁的器具来荣耀归乎主。这个无破的命，用一只无辜的细只牛母来承担这的罪，是为着平息上帝公义的愤怒，也要预表耶稣基督为世间人的罪，来成做无辜的代罪羔羊，也要互咱的生命来成做圣洁。第10到14节，古早的社会一般真侪有杀人放火的代志，迄是耶和华上主无欢喜有这种的状况。针对真侪以早的风俗的习惯，上主吩咐以色列人甲外邦人无同款，要针特别来分别出来，甲外邦人有差别。上主并无
爱以色列人改变真济社会的制度责任，但是上主要互以色列人伫一寡代志的顶面，伊甲外邦人无共款，会做法分别为圣，彰显因有上主做因的王来治理因的百姓。壁面遐的豺人放火、凊彩，就来对待遮的俘虏、遮的战俘，特别是对待遮的女性。所以耶和华定了一寡条例，互因毋通凊彩对待遐的被掠的妇女，毋通当作奴隶甲因卖掉。上主不允准伊的百姓安尼做。25到17节的中间讲起，咱人是真软弱，但是有上主的怜悯伫即个中间，为了防止更较侪的伤害产生，人应该一个某。但是经文的中间，这个人偏偏娶两个某，当然自然伊一定有可能真讨厌原来的某。为了保护这个大囝的名分，伊规定这个条例，是要防止做老爸的，互细姨仔的囝来承受大囝的财产。台湾的俗语讲，大孙顶买囝。意思就是讲，加一份的财产。21章18到23节讲起，教导囝儿是父母的责任，忤逆囝儿是父母生命的上界大的负担。台湾这几年来，为着安尼的子女，造成较大的社会负担。咱最近看到捷运中山站这个张文杀人事件，互咱会看出做老爸经验的教导，你今仔来看是做囝儿的真歹接受的。孝敬父母是正做以色列人百姓爱严守的诫命，因为这甲上帝应允产业有关系，所以忤逆父母等于是轻视上帝所赏赐的产业一样。对死人犯，虽然已经是公开示众，但是毋通流离的这个条到加长工。最主要原因是要保留土地的洁净。土地是上帝所赏赐的，任何拍垃圾这个土地，拢应该被禁止的。今仔经文互人看见咱人的软弱，所以上主考虑真侪人的软弱，互人真歹改变的代志。伊伫耶稣基督还未来以前，伊就定了一寡律法，目的要互咱的罪恶会当减轻到上界小的范围。目的是要互这个伤害毋通扩大，悲剧毋通去产生。所以对这个女的俘虏，这个战俘，互因要成做你的某的代志，有两个某，但是呢，你的财产的分配上，阁有对遐个培育无听管教，成做社会败类的囝，你要安如何阻止因继续影响这个城市？已经审判处死的人，上主无毋望这个犯罪继续来影响这个城市，污染上主的土地。经文最后嘛是咧预表耶稣基督是为了咱顶十字架顶，伊承担世间人的罪，为了爱咱洁净咱，互咱得到福气，互相信伊的人得到大大的福气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知阮的一切的软弱，阮虽然非常的背逆，心真硬，但是你为阮疼阮，互你的囝儿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为了阮死伫十字架顶，主啊，保守阮的心赢过一切，互阮甲你同心同行，活出荣耀的生命。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们。
星星犹原伫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伊总是会过。关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，予你的眼光看见希望。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